大家好，歡迎嚟到自彈自唱第2期嘅節目，我係 Amy。今日我哋嚟到咗香港戒毒會港島社會服務中心。係咁，香港戒毒會係點樣協助戒毒復康人士重新融入社會嘅呢？好，我哋香港戒毒會咧，主要服務有濫藥情況嘅戒毒康復人士同埋屋企人啦。咁無論係任何年齡啦、性別啦、宗教同埋國籍咧，都可以得到我哋嘅免費服務嘅。咁特別喺青少年上邊咧，其實我哋有教頭青少年中心啦，就對象係29歲或以下嘅男青少年啦，同埋歐貴亞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就係為29歲以下或以下嘅女青少年嘅，提供住院式嘅戒毒啦同埋康復治療嘅。咁除咗針對佢哋嘅戒毒療程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會咧提供一啲學習嘅導修啦，俾佢哋咧在學期間嚟戒毒咧，就銜接翻出邊嘅一啲大專院校啊，或者係 DSE 課程咁樣嘅。咁譬如好似我哋歐貴亞中心咁樣啦，咁譬如有啲學員為咗要應付，即係都想自己有個學習進修咧，我哋都會請到一啲資深嘅教師咧，翻嚟同佢特別度身訂做一個個人嘅導修。咁甚或乎咧，有啲學員可能對醫護有興趣咧，其實我哋有診所助護證書嘅課程俾佢啦，有一啲藝術嘅課程啦，譬如而家好興嘅韓國無聊娃娃嘅導師證書啦，同埋一啲美容證書嘅。咁好等佢哋咧戒毒康復之後咧，翻社會咧可以銜接翻個升學啦，同埋重新生活預防重吸咁樣。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戒毒更新人士喺完成成個戒毒療程之後，出嚟社會之後會面臨啲乜嘢困境咧？可以冇問題。Hello， 大家好啊，我係阿恒啊。我19歲初嘗一個第一啖入嘅毒品大麻，就好似而家啲後生仔試醫同埋知咁樣。開頭係覺得毫無危機感，覺得係一啖煙仔啫，好似煙咁樣。我可以食可以唔食。頭1年半載都仲係有呢種感覺嘅，後尾到之後打後嗰啲咧就知道其實係毒品玩緊我，控制緊我，佢根本就操控咗我即係好長好長嘅時間，大概有幾長？足足20年，即係我最黃金嘅時間，即係人生中19至到40歲呢啲時間，我差唔多都唔可以用差唔多係完全地俾毒品控制住。咁到我戒咗毒嘅時候出翻嚟，其實都係好多衝擊㗎。咁其實最需要、最想嘅就當然係屋企人嘅信任同支援啦。呃咗佢哋咁多年，真係其實得唔翻信任係好正常嘅啫。set 個夾萬去防我啦，防我呢個家產去偷錢啦，細個嗰陣時偷啊呃啊，就算佢鎖晒門，我都叫佢個窗去摸啊咁樣，一切方法佢都盡量去防範我呢個家產啊。咁到戒咗毒出嚟手嘅時候，有好多細微嘅嘢，你都會知道屋企人係未完全信任你嘅。包括你有陣時瞓個晏覺鎖咗屋企，即係鎖咗房門啊，佢哋會拍門問你點解瞓個晏覺要鎖門啊？去廁所耐啲嘅，佢哋又會拍門。你喺入邊搞咩啊？點解要做咁耐啊？點解要鎖門啊？即係種種一切，你都覺得屋企人係咪未信任我咧？咁對於一個戒毒嘅人士嚟講，佢即係最親嘅人未得到信任係一個衝擊嚟嘅，就係會有復吸嘅機會嘅。咁其次就係工作上面啦，毒品會令你帶嚟一刻半刻嘅亢奮啊，咁樣即係好短時間。咁成日都會諗翻起點解我冇吸毒嘅時候做嘢會咁攰啊？好似吸咗毒嗰種亢奮嗰個感覺冇咗啦。咁其次咧就係我一啲同路人啦，佢哋有分享翻俾我聽，因為危精毒咧會好易帶嚟啲咩咧？就係精神科嘅問題。佢哋要長期食藥啦。咁當一個同事，每一日定時定候都會攞啲藥出嚟食嘅喎。咁就會問下佢噶啦，即係點解啲咩事啊？你點解要成日食藥啊？咁傷風感冒唔會日日都會食藥噶嘛？咁對於一個同路人嚟講，要面對呢啲同事同埋工作嘅問題，都係一個衝擊啦。咁仲有，當你吸咗毒
嘅年讀嚟越耐，你嘅正常朋友就會越嚟越少。我偶爾翻起一個我之前吸毒用嘅電話啦，即係喺吸毒期間用嘅電話，我翻起500幾個 message， 其嗰500幾個 message 通通都係一係就我問個丟乸攞貨啦，即係攞毒品啦。第二就係同啲損友夾錢去買毒品啦。3就係我點樣我屋企人去揾到啲錢去買毒品，即係嗰500幾個 message， 通通都係呢啲咁嘅 message。再一次證明咗毒品係會影響到你一生，即係整個生命都係俾呢個毒品操控住。咁我喺呢度就同各位朋友仔講句啦，如果係戒毒嘅，即係戒毒嘅同路人，切切實實要守住第一啖毒品，千祈唔好再食。當未接觸過毒品或者見到毒品未想嘗試佢嘅後生仔或者朋友，千祈唔好試嘅第一啖，呢個係我中毒。咁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同埋吸毒問題都日趨嚴重啦。咁高人認為呢兩者之間有冇任何嘅關聯？同埋你有冇啲乜嘢改善精神健康嘅建議俾到佢哋咧？咁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啦，同毒品咧當然係有好密切嘅關聯啦，甚至乎我可以話係一個惡性循環嘅。咁譬如我哋收到一啲伊托米子嘅求助個案，都表示佢第一次接觸呢一類毒品嘅時候，可能除咗好奇心啦、容易攞到啦，或者係平之外咧，其實往往喺佢哋最脆弱嘅時候，譬如佢哋遇到一啲無論學習嘅問題、一啲唔同嘅挑戰、壓力嘅時候咧，佢哋揾唔到合適嘅出口啊！咁再加上可能遇到唔好嘅朋輩，喂，叫你試下啦，咁樣一齊食下啦，咁佢哋就往往好容易跌咗落呢個陷阱啦。甚至乎咧，我哋聽過有個學員同我哋講咧，佢起初接觸伊托米子咧，係因為咧佢喺學校俾人欺凌，希望咧食咗呢個毒品之後咧，吸毒嘅朋友會保護佢。咁其實我哋睇青少年面對嘅壓力咧，我哋都相信咧知道朋輩影響咧，喺佢哋成長嘅階段咧，往往都係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但係我哋都希望咧，即係青少年喺面對自己嘅問題嘅時候咧，都停一停諗一諗，其實俾自己多個選擇。因為除咗去吸食毒品之外咧，其實可以有好多其他嘅方法去解決嘅問題嘅。譬如真係可以試下揾下一啲信任嘅人傾下啦，朋友啦，學校老師啦，或者社工啦，或者揾我哋傾下。其實你會知道咧，身邊都會總會有好多人去聽你哋嘅心事啊、憂慮㗎。咁亦都希望啦，因為其實吸食毒品咧，只係一個暫時解決問題或者逃避問題嘅辦法嚟㗎。毒品咧，永遠都會為青少年或者所有人咧帶嚟一啲不可逆轉嘅損害。咁例如，譬如可能牽涉一啲社交問題啊、學業問題啊，或者屋企人發現同屋企人嗌霎啊咁樣啦。咁往往呢一類衍生出嚟嘅問題咧，又再導致佢哋再去揾翻尋求毒品嘅幫助。咁所以點解係一個惡性循環就係咁解。咁其實除咗青少年，我諗所有人都係面對困難壓力嘅時候咧，不妨俾多一個選擇自己，因為辦法總比困難多。多謝楊姑娘同埋阿恒接受我哋嘅訪問。咁我哋今期嘅訪談節目就到呢度啦，下期再見，拜拜。即係我哋嗌耶嘅時候咧，就開咗未 OK， 3、2、1，毒品體制，耶！防謀獨斷，孜孜不倦，歡迎！